剩返2盒，唉，真係唔知道開唔開嚟睇好，中唔到咁多金，又唔中閃卡，抽咗成40幾盒，唉，究竟去咗邊呢啲閃卡？唉，睇睇先，開，開嚟見我，哎呀，閃卡啦！不過，咦，唔係啊嘛，天明最高，唉，紅天明阿 Phil，哎呀，好，都算係啊，開返一個閃啦，唉，睇埋呢個先。喂，大佬，俾啲好嘢我中下得唔得啊，大佬？咦，閃喎，係閃喎，嗱，閃閃地，咦，哇，寶物沉歸底啊，天命最高啊，哇，居然last一盒中，多謝晒古老闆。